病一定要食藥。邊三類人可以竟然不藥而癒？血糖高唔等於要食藥，但係呢啲事沒做，後果就比糖尿病更加慘。糖尿前期懶人包，唔使食藥打針，只需換掉2個習慣。恭喜你啊，你個血糖偏高啊！聽到醫生講呢句，你係咪覺得人生好似完蛋咁呢？等陣先，唔好掛住同啲藥同歸於盡住。你要知道，一群人就算得咗糖尿病，竟然一粒藥都唔使食㗎。今日就等我話俾你聽，點解呢啲人可以唔食藥？呢個藥袋係咪可以提早退休呢？首先，我哋要分清楚血糖係邊個階段。正常血糖就好似乖小孩，前期就好似叛逆嘅少年，而糖尿病就係失控嘅野馬。咁血糖幾多可以作參考呢？糖化血紅素正常係少於5.7%，糖尿前期係5.6至6.9%，糖尿病係6.9%或以上。而空腹血糖正常範圍就係細過5.6%，糖尿病前期係5.7至6.9%，糖尿病係7%以上。點解有啲人到咗糖尿病標準，但係唔使食藥？因為身體仲有殘餘嘅戰鬥力。只要你喺糖尿前期或者係糖尿嘅早期，醫生介入可以俾3到6個月緩衝期你。呢段時間，如果你靠飲食可以控制血糖，藥物根本唔需要㗎。但係食藥唔代表病入膏肓，有時食藥係為咗令胰臟可以放暑假。食藥唔係終點，而係保護。好多重症嘅病患就係因為唔肯食藥，導致器官罷工。所以唔食藥唔係目的，血糖穩定先係道理。想要知道點樣判斷自己能唔能夠停藥，必須聽從醫生嘅意見，千祈唔好當自己係醫生啊！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，就要訂閱我哋，同分享我哋嘅頻道俾你嘅朋友啊！下次再見。